Hello，大家好！今日我哋嚟到邊度呢？咁啊，我想採訪下戴安娜，等佢講好㗎。我首先介紹一下先，張晉導演，跟住呢就係我哋古琴好嘛？嗱，你先介紹下你自己啦。係啊，你好。我係戴安娜，咁當然我哋係彈古琴啦。咁今日呢特別好開心，阿 Bailey 呢就帶咗我哋呢度呢，同阿張老師呢就我哋呢度拍個葬花吟。咁因為我哋即係快要有音樂會啦，咁啲觀眾咧係話都要聽葬花吟，咁變咗咧阿張老師大導演啦，咁安排咗我哋呢度拍，咁得好開心，咁Bailey 又好用心去製作呢個片，多謝你啊 Bailey。哎呀，真係唔好啊，係啊，張晉導演啊，最緊要佢取景啊，我哋冇個導演喺度，我點拍嘢啊？對，要講啊，感恩老師，說一下這個你的學生，你說一下好不好？這個今天我們主要是拍攝兩個目標，就是兩個曲子，一個是《葬花吟》，還一個是《晉中南》。那我們今天選了兩個地方啊，晉中南呢，那就是這種佛系啊，其實道那也有。那我們就選了那個我們這個Richmond 著名的那個廟寺廟哈，觀音寺。然後我們在那兒就是選了一些景啊、石啊、山啊、松啊，還有一些廟的建樹哈。這樣的話造成一種氛圍哈。然後取景各方面就是現場發揮吧，也是非常的，因為它本身廟打理的各方面設計的都非常的漂亮，非常好，所以在那個地方我們基本上就是完成的非常令人滿意。然後我們就跑到這邊來，這個機場這邊來做葬花吟，這邊正好也是正好櫻花花落的季節了嘛，是吧？所以滿地的這個櫻花也是拍了不少，然後在大家一起努力下基本上就是完成了這麼一個工作。很高興，很開心。我真係知道好多，我哋都要講一講粵語咧。咁好多蝦碌鏡頭嘅，你有冇啲嘢見到阿 Ken 點樣影啊？大師Ken 咧，真係佢係大師啊！即係我哋呢10幾年咧，佢都係一直跟住我哋，咁好感恩。咁因為佢太太係我學生啦，咁多年咧，佢一唔出現咧，我啲學生幾乎喺度喊。咁佢拍一啲鏡頭，佢出得主意咧，又好特別嘅喎。咁睇下，咁仲有咧，我哋拍個晉中南咧喺觀城法師嗰度有好多奇石嚇，咁然之後坐喺個蒲團嗰度咧就去彈琴嘅。咁佢呢個歌詞咧都講又有飲茶啦，又有一個僧人啦，一塊石頭啦，咁坐喺度就可以即係修行，所以覺得即係呢首歌咧，我覺得好有意義咯。即係人生咧可以能夠又可以修行，透過呢樣嘢又可以學琴，我覺得係好幸福嘅。多謝晒你啊 Bailey，多謝。有幾樣嘢你一定要多謝嘅，嗰個琴童。係啊，咁仲有咧係啦，我好多謝我學生 Ivy 啦，琴童，咁然之後咧仲係請埋我哋喺個廟度食飯嘅喎。咁佢先生咧又係好好嘅，咁仲有 Anita 咧，咁佢都係又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學生。佢而家咧佢又彈緊莊周夢蝶。好有境界嘅呢個學生，咁仲有 Kim 啦，即係大家一齊咁樣，即係好感恩，好感恩嚇。OK，最後一樣嘢，特別多謝你 Bailey。最後一樣嘢你講9月19號做乜嘢？同啲觀眾講。係啊，我哋9月19號咧，阿張晉老師咧就安排咗我哋一場音樂會，喺Burnett Royal。Recital Hall，UBC Recital Hall，咁我哋咧嗰度都係準備有一場音樂會嘅，咁我哋希望做得更好，希望你哋鍾意嚇。好多謝大家嘅參與，多謝。